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仿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差不多在1年半前吼，我哋福喜来有收加一啲关年强嘅一啲甜点嘅师傅人嘅彭真业，而家是有一啲牌嘅按照年轻人，而且个做嘅甜点其实佢算是佢受到欢迎啦，但是呢，佢贴喺嚟讲，其实伊并非一个稳定嘅工作，而去日本去修行了差不多1年啦，後來要拜呀，俾一啲牌按照改革按照morning，或者呢 morning 嘅一啲新嘅牌嘅，但是伊係口味嘛做完全冇佢樣嘅一種口味嘅，但是伊做乜嘅想愛去日本去修行咯，我哋馬上分享伊來到我哋現場，同人哋分享講，都係喺日本學到乜個東西，我哋馬上翻嚟專業嚟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林路嘅彭真業。今日佢分享又來到我哋現場嘛，因為其實佢一擺帶來嘅東西，同以前嘅真是完全冇同樣嘅嗬。啊，但係講即個後來又去到日本，做乜有想到講我去日本去修行一年咯？其實嗰時間我咪冇同陸卡嘅人講，覺得一個即個一個勇敢，面試同嘅簽證嘅時間我都去甲做。啊，到後來你咪確定了之後，咱同爸爸講。嗰時間你去簽證嘅時間，陸卡人話唔知。係，你應該驚我去甲會退縮。哦，你驚即個會退縮？係啊。因為嗰種講陸卡人有幾時有講啊，這個冇去啦。係做。你會唔判的？係，我就想講，所以就唔敢繼續嚟記巴行嘅。係，可是要不幾百個一舊啊？半年咧。哦，半年。係。你家庭落去。係。但是問題係，你即個我選擇日本。哦，嗰時間係我睇做聽講嘅先生，要問我想愛去日本出國工作冇，所以我嗰時間沒有想講，因為都冇離開過屏東，所以想講我自己勇敢一次試看看啦。冇離開屏東可以去高雄或台北啊！你是講冇一下徛滿台埔啊？係啊，做。好，嗰時候幾時先生都去講，你即個可以去，有建議講，你即個可以去日本，去學甜點所嘅。但是你即個會講日本話嗎？其實唔會。根本你即個唔會，佢怎麼拿到工作嘅簽證咯？哦，嗰時係算係打工度假嘅簽證，打工度假所以係1年，本即個1年嘅時間咧。好，嗰時候你即個嘛唔會日本話，嘛冇同陸卡人講。係，就確定了之後，咱同爸爸講。好，你至少要試看看啦嘛，哈。試看看，佢有拿到簽證冇？係。啊，拿到簽證幾時就心情用？你是講啊，錯咧，我真是要出發嘅。真是要出發嘅。其實嗰時有18斤重，因為體白要離開屏東，就是脫離人家講嘅脫離舒適圈。所以斤重之外，沒有18嘅，安尼沒18嘅上嘅歡樂，或者是冇幾痛啦，哈。冇幾痛。因為其實真難得有一班人嘅基地，咁爸爸糖都以後咯。其實一開始有冇話嘅上個本來去啊，因為叫要少啦。其實後來亦都唔管係爸爸嘛，吼，其實嘛希望出去啦，哈，嘛同意唔出去。同意。咁你幾時去日本嘅時間？因為係打工度假嘛，唔算是打工度假冇錯。但是問題你去到嗰邊嘅時間，你有冇工作有簽到？即係簽到嘅。喺台灣都簽到，還是日本人簽嘅？喺台灣都簽到嘅。嗰時候台灣都其實都睇有都地講，唔知㗎一天有一啲工作嘅地方嘅，幾興樣嘅一啲工作地方。咩做甜點嘅？因為我就嗰好做甜點，嗰時間就第一進度要嘅算係大公司要真人，就是揾個人。我就嗰時間就想講去報看看啦，就想送嘅之後。到嗰時間，咱哋對除了做設計嘅甜點之外，咩愛下嘅流水線，呢團做一個工作呢。當初你去應徵，你講去做下位算是工作簽證嘅時間，有規定講唔知家嘅專長係乜嘢？冇呢。
哦，嗰時其實你提出一個神強，只不過你即個喺台灣你已經有深度嘅喺日本算是一個食品工廠嘅一個工作嘅。係食品工廠。哦，嗰時而美講即個本身你會做甜點，嗰時而能同本業嘅一個簽證呢？係各有基本上。等於講唔係一定要專業嘅人士啦。好，嗰時去到嗰片，等於你講即個可以國家嘅去加入一定嘅算是一個生產嘅一個工作。佢等於你講即個頭要講嘛，唔單止講算是食品嘅一個研發，同時即個嘛有生產線，等於講亦算是一個食品工廠嘅吼。係啊，開公司咧。開公司嘅食品工廠。啊，嗰時間即個一開始係做研發嘛，還是一方面都嘛去做流水線？嗰時間4年出去嘅時間，一開始做一個蛋糕嘅研發。後來年4年一年嘅聖誕節就下流水線，因為佢咩過到台灣人，所以一定需要一個線，然後我台灣把要過年，又要18棟嘅日本嘅人。嗰時等於你講，其實嘛幾多嘅台灣人去到日本算是打工度假吼。係錯。哦，嗰時等於講聖誕節其實算是一定佢太出的一個季節嘛。因為一定聖誕節如果是嗰種好草莓蛋糕嘛，嗰時其實我相信其實人數一定貴喜嘅。嗰時我有一條神山線，專門會講貴嘅。因為佢哋冇按到年。個小唔難要不要去京都來講？因為其實京都算是一個幾特別嘅地方。等於講，以這個本地都用日本地啊，你講和果子，好，然後嘛同時以前即個嘛有幾多嘅對外面入來洋果子。嗰時節你去日本以後，你即個有對哪一種嘅甜點有幾有興趣？我嗰時節其實日本嘅從頭到主持人有講。有日本的甜點主要分和果子同洋果子。我日本的先生有同我講，和果子主要一定會加入嘅產銷的理念，所以佢哋唔止會好看，又蠻會好食。我即個咪偏好洋果子啊，因為佢哋季節性。佢哋咧雞卵同草莓，還有佢哋的水果，跟咩嗰度。好食的原料，咱可以做到好食的甜點。你哋如果把嗰度當季嘅嗰種水果，然後當季的水果，好，然後同時會把一啲即個嘅原料嘅部分，好加入去變成一啲算是佢特別的，算是日本本地嘅洋果子。好，已經對一定對外面好引進來的時候的嗰種東西，其實風味都已經完全冇共用。一定佢會偏國家嘅。東西變到自家國家嘅，冇錯。我記得你見緊嗰條行嘅年輪蛋糕啊，錯。其實都算是德國的聖誕節的蛋糕啦。但是冇想到變得到日本以後，變得按度化用冇用嘅東西吼。嗰時其實像這個也擺去日本，這個有感受到講，譬如講某個甜點，某個師傅本印象幾深嘅。其實我多嘅，我有個感謝兩個先生，也係睇工作流水線嘅。伊個行做鈴木先生，還有安尼種行嘅實際上，因為我嗰時個日文冇嗰好，所以我個從可唔是個配方，所以個配方我嗰度做快嗰度蛋糕，所以嗰時個實際上一直鼓勵我，阿妹同我向下聽書。後來咪記得我嗰好，因為係嗰好一啲什麼嘅，做一個甜點的事業，佢又同我講，其實做本家己嘅人事，係嘛，即咁樣個幸福。所以嗰時節離開日本之後，咩個相機。係，對你講，其實伊把一種，按怎講啊？日本人做事情係一種精神搞本啊。係，好，以為。其實我哋從頭會看講日劇啊，我以為其實日本人一直傳達一個東西，就講其實你做一件事情，你愛體會到對方嘅想法。譬如講，你做一種東西，跟對方識得會聽，好，你用你嘅心情去做一件事情。問題一句話真正有影響到有，對我想要放棄嘅時間，對我幫助過大。因為希望講。
可以真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至少最尾可以做本好食的东西，本来唔过好年呢。过好年嘿。还有一啲先生喺台湾嘅先生，嗰時節係睇京都嘅時節，一啲人啊就過孤單咧，所以下班嘅時節就冇幾人可以聊。啊，嗰時節係嘅一啲一行做秘書老師，啊，佢係係睇台灣嘅先生，啊，佢嘅時節睇日本聊，啊，佢看到我行動，因為算講嘅生活動態啊，所以啊，佢同我講愛見面冇，啊，嗰時節我就想睇第一擺睇外國看到這個熟悉的人，只是個感動，啊，佢咪鼓勵我講，既然出來嘅就學東西，啊，將這個當作一張白紙，然後對重新開始出發。雖然我想要驕子，唔怕就努力做這個呢。伊啲按人強嘅後生人，一定要去到日本，但是如果學信用嘅成績咯，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同講。放下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正係平同聯絡彭志毅嚟到現場同分享講，而這個表係這個嘅工作，去到我哋日本修行一年，學甜點，而這個學到某個東西。我想問一下志毅，因為其實頭先有講，其實算是嘛第一擺出國嘛，嚇，然後嘛係一定要去到日本去學甜點。佢一般來講，唔上班係唔係做乜咯？嘅成日咪喺圖書，咪喺圖書，通白嘅咯。日本因為睇上班嘅時節，所頭有講到，我日本冇幾好，啊上班嘅時節嗰度屬於咩湯姆斯，所以下班之後可以二部嘅時節，我就更加可以多讀一些書，一些佢哋嘅文化就多去接觸佢哋嘅文化。嗰就等於你講，其實一年唔單止工作以外，你即個嘛把即個日文慢慢嚟去學翻來。係啊，係嗰時其實一年冇弄起嚟嗬。係嗰度經驗。係啊，可是問題係想問一下講，像你這個要不去日本嗬，你這個有看到日本嘅甜點有乜個特色？佢哋咧其實佢哋嘅擺設多，佢哋嘅陳列，還有佢哋嘅口味，其實做得到咯個精緻。雖然個台灣嘅甜點已經個精緻嘅，不過佢哋佢會將偏遠嘅東西做得到自家嘅東西啊。尤其係個我哋包裝嘅部分，其實我哋真係學唔到。係我會發現到講，其實伊哋嘅包裝雖然講像伊啲公司嘅東西，但是伊哋每一啲點心，伊也會包裝。如果聽到伊啲點心，咪用嚟去做特別嘅包裝，甚至是重新去設計過。唔好講，譬如講係一家店嘅地位，你用伊啲包裝盒嘅，唔管地位係標碼嘅東西，其實都用伊啲包裝盒嘅。但伊哋會利用無共用嘅盒嘅去做標無共用嘅點心。伊啲店名嘅，如果係佢哋伊啲店名，伊哋會有一啲嘅理念嘅。像我一個盒子咪係按嚟設計嘅，因為我係檸檬啊。所以我顏色就會黃色同綠色，黃色同橙色。所以我嗰時節喺做設計嘅時節，要同日本學習，所以要帶你一些日本嘅設計感。喺入邊都我想問個，從咱哋一年喺度過來以後啊，你這個因為講你這個後來有學到冇嗰個最大改變係乜嘢？你包裝設計感，包裝設計感，還有甜點嘅融入。甜點的融入，好，我哋先講，因為頭先已經有說明包裝設計了嘛。甜點的融入係乜意思啊？伊哋會將一啲甜嘅東西同一啲酸嘅東西，或是鹹嘅東西做結合。如日本人這個可能會把講口味嘅部分做一啲平衡啊。如果伊哋唔好講甜，如果講死甜，如果真係過甜，譬如我哋有時會因為講歐洲有些東西真係都過甜。因為伊哋要幫茶啦，嗰時，但是到日本以後，
伊哋如果把的部分做改变，哦，然后加入一点不能即个嘅日本人可能个好一种算是咸甜啦、咸酸啦，安尼比较。从日把嘅设计对不？有啲佢特别咧讲，把乌鱼子放入去哦。嘿，侬有安尼想法？因为几日之后拄到过年咧，啊过年时节嗰度乌鱼子，啊所以嗰时节也有想过乌鱼子係比较重口味的，甲豚内底强调可以用嚟融结合。啊，睇日本的时节没有做过类似的咸甜的，一定有加啲起司啊，係啊係，冇唔錯，係。所以一定會對一定的內餡，然後做外皮安尼做搭配。所以我咩幾日想講，我買個烤米可以搭配烏魚子，所以我就想講啊，幾日乳酪唔會差，啊就對北海道嘅起司乳酪，就拿過來做。因為啊，嗰間呢我哋出個卡士達醬，所以吃起來佢啊烏魚子嘅重口味，佢個稀釋掉，變咗出個鹹甜安尼。好，一般來講嘅話，係冇錯，其實我哋睇一般嘅台灣嘅飲食地位咯，嚇，嘛會有安尼嘅想法。你比如講，我哋常常會講，比如烏魚子啊，搭埋搭檸檬，哦，冇得講我哋搭嘅蘿蔔咧。好，拍蘿蔔，好蘿蔔片嘛，好，冇得講人哋酸鹽，好酸片。其實嘛係因為講愛去綜合下嘅嗰種香味啦，還有嗰種鹹嘅味道。可是你佢特別把起司加入來，係講我哋卡士達醬，啊你搭烘來好吃嗎？搭烘來，佢當年第1次到哦，也可以買個東西，你連完全是到看到啊。你買個東西又甜又鹹嘅東西，啊試下可以啊，又對甜又給做烏子嘅種口味，哦唔會費事呢，人就想講買一擺，如果想講買天一擺呢。係啊，因為其實啊你講其實台灣人嘅口味是鹹甜嘅部分，其實嘛幾多啦，係嘛幾多吼，因為其實以前有啲牛軋糖以這個。邊係鹹甜嘅，也會地步係鹹嘅。其實係遇到韓國人唔幾好嘅東西。嗰時唔多講，烏魚子加入以後，其實因為烏魚子算是鹹嘅地步，算是佢有特色嘅，係佢有味絲嘅。比如講我哋蘿蔔角來講嘛，亦算是個高級啦。但是味道嘛，真是幾特別。係啊，可是問題係你這個按你加入以後，你能用乜個東西來呈現？用某個方式來呈現，譬如講，你係用蛋糕嗎？還是用其他某個東西來呈現那一種口感？哦，係嘅，就是原本係想講我用檸檬塔嘅塔殼，啊唔過之後我發現到檸檬塔嘅塔殼同嘅烏魚子冇幾搭配，所以嘅時間我就想講，嘅時間看到伊哋係日本嘅廣告，伊哋係食嘅杏仁餅乾。啊，嗰時我就想講，我要做馬卡龍豚達克瓦茲，所以我就想剛才試看看啦，將漢堡安尼夾放起來，所以我睇嘅就想講我用達克瓦茲安尼，就嗰種厚餡嘅漢堡，不過佢係甜嘅，啊中間都加啲起司，啊都烏魚子安尼。最主要係嗰個達克瓦茲嘅皮唔會搶到烏魚子味道啦，係，因為佢係杏仁香豚，佢係甜味，會比較算是綜合劑安尼，會同嘅烏魚子嘅鹹味做結合安尼。等於你講算是一啲用台灣嘅食材，嚇，用台灣嘅食材，但是同西方嘅口味做結合，嚇，然後做一啲結合，一啲算是一啲產品。咁你都有講嘛，其實食東西，他都有個經驗嘛。係啊，爸爸有試過嗎？爸爸第1次到要買個東西咯，你在教咩？哦，一個月你在教係咪？係啊。你第1次哦，我就本給試吃看看啦。因為我做的東西，我除了自家試之外，我買之前我會本同學啊，會同陸凱人試過。啊，第1看到啊有加起司，啊有加烏魚子，哎呀個甜咩呢？你教咩？好嘅，我相信第1次一定會有安尼一個想法咯，因為他有想過。
这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呢？吼，因为这个位脑筋里面分不是多少也是咸的类还是甜的类，但是设计以后想想，其实安尼融合是好的。好，因为其实你们带来嘅算是用品里边哈，其实除了带下都全部可以打开瓦斯嘛，它上面柠檬塔的部分咯。柠檬塔的部分没有做同日本做结合。用我讲咯。但这是一个一开始第京都，这是一个今年的迄秋天嗰度栗子，所以所以这是一个要蒙布朗，今年的栗子的蒙布朗，所以这是个就几个栗子的蒙布朗是一个，几啊提是个我想讲，佮安尼一个外形，中间夹的线，如果结合去个雷蒙去个想法，可以做出来嘛。这是个就有一个想法，几月之后就想，刚来做一啲实验看看啦。也是个雷蒙塔底杯，除了雷蒙的线之外，替底杯一点代替蒙布朗嘅栗子的，用伯爵茶。哦，伯爵茶哦，头不能想讲，唔可以用番薯的嘛？番薯的有嘅迄芋头同番薯的搭配。我都想讲，因为苦力人台湾个少啦，苦力。但是我都想讲，因为但是问题係口感，我都讲嗰種感覺，嗰權嘅都番薯啊嘛，都係講烏龍嘛可以。下班嚟試看看啦，番薯嚟要講好。但是你頭講伯爵紅茶，其實嘛，幾少看到係。因為佢茶香，搭配嘅檸檬嘅香氣，我有酸甜甜。還是有些苦苦的感覺啦，係酸苦的嗰種。可是其實等於講，這個日本其實都本嗰度靈感嘅吼。因為沒有另外啲檸檬茶咩係安尼，其他嘅看到一點剛好是果凍。果凍。嘅時就想講，果凍切架咩會做？就想講，原來馬嘅我切架想會做，原來就想講試看看啦，就加入檸檬汁嘅時間還有做一啲檸檬美酒。就切架把它變成果凍。美酒果凍。美酒果凍。人家知道，馬個果凍又有酸味，又有酒的味是甜酸酸的。因為種京都嘅話，有個有名嘅都油糠。羊羹啊，哈，可是因為咧羊羹嘛做過精緻，哈，因為可能看到人家果凍其實嘛，係嗰種透明的那種感覺，係啊。也有洋菜凍粉嗰種嘅。可是真係跟佢講，會有一種看得嚟都感到有一種佢涼嘅那種感覺。可是你當初喺研發呀過程裡邊，其實喺嗰度係唔知係喺日本嘅時節都已經有人嘅想法嘅。用來鼓勵做乜嘅？會想到講，把它整個實現化嘛，就會一啲想法，就會一啲想嘅，因為有個想法之後，我去改嘅想法就會講，既然有想法，咁就出發去做看看啦。好事唔好事一回事，唔過如果冇出發，就像我想去日本咁樣。如果一直在一個想法之後，冇去做看看啦，因為唔啲嘅好。冇錯。嗰種人強都係安尼哦，有一啲想法，都要馬上去做。休息下哦，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真係屏東連嗰個彭澤業，伊喺日本學習1年以後，伊即個發展到做即個嘅一啲甜點。我想問一下真業吼，因為頭先你即個設計喺嗰度室內一種甜點嘛吼，即開發嘅過程裡邊有遇到困難？因為有，用咯，很用嘅困難咯。其實你去解問題啊，你有講，因為我嘅是個古來是個教育訴訟，所以嘅是個開發到一半，又這一開到，所以嘅是個有一張嘅冇喺工作室底嘅工作安尼，係啊。但是至少做出成品嘅時間要底部冇讀到講，譬如講，一吃東西都做唔好，冇到講米頭一直調唔出這個好嘅米頭。
哦，这是一个咱规下来是一个烤箱嘅温度，个铁球无做诶，而且这有的是这个有安尼，这个明明无唔错，不过就会烤唔出这个上的东西。啊，咱咪就一点一点出错安尼，因为这是一个就像下睇日本腔样，嘛这东西唔错，那就这东西先改。啊，情绪没有起伏的时间，就想讲，要先处理情绪，当处理事情，唔可以将情绪带你做事情地度诶。其实听你们学到几多呢？哈，唔单止系一种学到一种新的想法，系，但是工作的一种态度哈，工作的一种流程，其实嘛是嘛职人精神没有个多。这个要进步的地方。系冇错，因为其实我哋古人嚟讲风了，点讲，叫做一次路万体路卡位一点，算是一个细强的地方。这是可能嘛学唔到的东西。系啊，除非人讲我用手机诶，没有网络去学习，这咩有限。有限哦，真是有限，因为你真是唔系到现场。好，你像头头讲的样，嘅实质机现场同讲的技法，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嘅技法，但是你在现场遇到困难，然后有一点人同讲唔怕啦，本来都安尼，吼。其實嗰種感受係完全冇同樣嘅，因為入嚟古來以後，嘛把人嘅品牌嘅名改變嘅，係做乜好想要改下名啊？其實我想要改名嘅，要想講。設計對設計的期許安尼，因為某人嘅除了英文嘅安尼，某人諧音字母，嘛係個模範檸檬，所以我就想講，本來睇早晨頭就要去做事，去做吐檸檬，所以我就想要本，睇緊你適當嘅時間就想講，哦，唔睇個挫折嘅時間，適當一個強調，我有一個早晨頭嘅溫暖安尼。帶問大家一啲歡喜安尼。你想不他人講，其實你看啦，一啲內蒙其實可以幾多轉變。好，以前算是一啲可能你算是我哋可以常看到一啲甜點，但是你看，去講日本一年以後，一路完全冇叫我口味。一啲體悟安尼，一啲體悟冇唔錯啦哈。或者像這個你改名以後，你這個有想到講，我有一啲店面冇那個，還是用其他一啲工作室用嘅。其實也我目標啦，也2-3年之間目標，咩萬係冇多開店，因為開店摕啲東西係太多嘅，而且成本啊，人事成本，因為一種東西如果設計冇做好，嘅品牌嘅名聲會打折扣。未來我2-3年之間。我以市集打知名度，也係目標，咩進駐嘅百貨公司嘅快閃櫃，就可以俾大家看到自家嘅，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來，等於講，其實開店裡面一部分的成本會高啦，人事成本、店面成本，然後器材的成本，吼，咁樣一下冇做好，呢個東西其實要唔要買係還是要這個留下，其實我想嘅事情幾多，真係一步一步來，因為其實你即下話愛做農事嘛，吼，話內蒙人哋邊話聽書，係啊，嗰時如果冇按到時間，冇按到機會可以專職嚟做一件事情啦。但是開發新產品嘅部分是可以做吧？一定會。咁未來呢有咩樣嘅想法？未來嘅產品會對檸檬主體嘅檸檬，然後做到產品嘅開發，有到冇共用嘅千層蛋糕啊，沒有嘅千層蛋糕，係因為我睇大阪就會做千層蛋糕嘅，所以未來1-2年會推出冇共可以直接食的檸檬，因為一下檸檬落去入味，一下之後一下問題研發嘅可以直接食的檸檬，因為一下檸檬酸，人家食到會冇辦法直接下肚嘅。可是你的意思講，你做品種改良的意思嗎？係把糖加入檸檬底度嘅。所以是一種技術的一種轉法，路上嘅啦。有點像日本的蜜餞共用。阮佢可以
直接湿到底度诶。但是日本人在做卤的，那讲腌制品的时间，伊人真是嘛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嘿，我有时候看到伊在那种腌制个餐厅地方，我发现讲，哈，那种东西嘛可以卤暗好吃哦。嘿，嘛南瓜啦，嘛个东西哦，全部卤腌制的非常的好吃。嘿，唔好讲过咸啊呢。我嗰时其实嘛有想到讲，我开始改良然后内蒙这个本身的一个产品的sauce。因为人其实人还没想讲会看到原型食物啊。所以讲我就想讲有个机会就做看看啦。所以蛮在努力啦。但是其实也部分，如果你这个太有了地安样做，只是讲把它尝试。太放松了。咁从这个本地来讲，我基本上更加安尼伊的产品，这样头有讲啦，暂时无爱开店，但是讲譬如讲市集啦，吼，咁无如讲啊，等咧快闪店，又系理论上爱去作为的项目，但是各种讲用宅配的方式，像安尼的产品，亦适合宅配吗？可是哈，其实我去日本之前，我礼盒就会做宅配为主啊。但问题是像种其他你这个规量化的品种，你这个还要用冷藏还是用冷冻啊？我看一年零下天的东西，因为有年天的水果就模式很冷冻，因为佢会出水。我说所以拢会对冷藏。如果不假使有机会的话，我会做常温的柠檬蛋糕，咩问题开发。但是常温柠檬蛋糕，伊的运送的时间，我用不，我摇都系会坏下呢，我冇。其实也下咩对设计礼盒的设计咩讲起，也个礼盒咩对栽培，也个礼盒对栽培为主啦。也挨咩几日之后有屯伊个老师抢高，伊杭州莫如老师伊就想屯爱建议讲。如果要栽培的话，你要包装要密合起来，莫以安尼会晃动。因为栽培内面的东西就会属于高成本的，所以要高易碎的物品。所以如果客人手上客人手上的时间无好困，太干你程度的困到的时候会打折扣。冇错，这种感觉其实我查过多啦吼。嗰种我意思拢冇讲，嗰种用冷冻的方式，这个如唔讲讲，会必然的摇都坏啊。嗰种其实有部分人已经有考虑过啦。但是我遇到过台湾就讲，像同我讲个柠檬塔，佢嘅大厦嘅，伊冷冻后，我用来去解冻它嘛。Q 讲要冷冻下来之后，会先对冷藏。唔可以直接放在多室温，有水汽会走进去。所以我拢有做个小卡片，有提醒人下讲，24之前会空那多冷藏半小时左右。告诉你们跟消费者讲，像安尼冷冻的东西，要用来推本啦，推本的步骤迄mga东西啦吼。咁因为等于如果你这个其实本意的营养的基地去到日本吼，重新去学习嘛吼。然后嘛，看到几多东西啦。加上讲，更加有啲人强伊马上爱去本这个的基地去学习新的东西，有乜嘅建议冇？我会想诶，其实我会想讲，你要有一个大方向，唔好想讲唔能想去直冲安尼。我认为直冲，因为喺我哋有一个启发诶。唔过你如果只有这个一个想法。如果你冇太放松，你就不知道应用的行，你就脚踏实地先做起个有的东西，冇想讲每行就会想去做的。如果虽然讲我本这个基地，但是嘛有的方向啦，好至少你要不要去日本嘛？唔係講去到日本去學配的東西啦，其實還是天天做甜點的一件事情，因為有一啲這個理念。因为其实我都紧张啊，我一直发现到讲，虽然讲你去日本你学个新的东西，但是这个深度地位内蒙一件事情，其实医生冇表现的吼。系啊。为什么？咩？因为妈妈在高中嘅时间过身嘅，我因为想讲，系唔系因为这个嘅时间不成熟，所以拄到
事情的时间，这时间没办法做体会到一点的感受，所以没办法天数卢卡，所以还有一个机会过来，个感谢卢卡有一个温暖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就会先对联盟一个事情做好，让对这个副业安尼。嗰时因为我会发现到讲，其实你这个今日节目里边，其实星星啱啱讲在里边讲的，其实全部虽然讲看到嗰种东西嘛，好多嗰种东西，但是你真实归来的时间，还是用联盟作为的出发。联盟爱相当爱爸爸同嘅爱多时拢同我讲，人生就会不停的学习啦。所以我学习没有一点方向。所以联盟就会爱迷你做的东西，就甜点咩系爱，甜点咩系爱迷你。母猪打开就会做的事情。冇错，人强都系安尼哦，想要做乜嘅都做乜嘅哦。但是正业同人讲嘅地方都讲，其实目标系自家当初出生的一个地方啦，同时嘛目标系自家培养自家嘅一啲东西，都系也为内蒙。今日我哋正业轮到线上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休息一下，我都听下啲先生来求下运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